大家好，歡迎返嚟信仰不離地。今日接續標竿人生第二天。上一課先至講完尋找人生目的嘅起點，結論就係生命重心不是在你。如果你係被創造，咁生命嘅意義就必須由創造者神嗰度開始揾。今日我哋繼續呢個震撼人心嘅旅程，嚟回答第二個更個人、更貼心嘅問題：我的存在真的有意義、有價值的嗎？好多人心裏邊都有個隱藏嘅恐懼，就係我只係一個意外，我只係父母激情之下嘅產物，係宇宙中隨機出現嘅產品。我嘅人生足跡，我嘅努力最終歸於虛無。但係標竿人生第二天嘅主題就俾咗呢個恐懼一個肯定嘅回答：你嘅存在絕非偶然。呢一課一開始就指出，你嘅出生唔係一個錯誤或者不幸，更加唔係自然界胡亂拼湊而成。呢個徹底顛覆咗我哋對出生嘅認知。我哋好多人都會歸因於基因、環境、運氣，甚至乎會慨嘆我嘅父母根本冇計劃生我出嚟。但係神嘅話語話俾我哋聽，你嘅生命早喺神嘅意旨中成形。喺你父母仲未孕育你嘅時候，你嘅生命早已經神嘅意念中。你嘅出生、你嘅性別、你活着嘅時空，甚至乎你父母係邊個，都唔係偶然。聖經詩篇139章16節有咁嘅記載：我未成形嘅體質，你的眼早已看見；你所定的日子，我還未到一日，都寫在你的冊上了。可以想象一下，你仲係一團細胞之前，呢位宇宙嘅創造者就已經看見你，已經計劃好你嘅每一日。你係佢精心計劃嘅一部分，你係上帝充滿愛意嘅創造。佢做你唔係隨意或者碰運氣，佢嘅計劃係精細而周詳。佢處心積慮選擇咗你嘅種族、膚色、頭髮以及每一個特徵，你身體嘅每一個細節都係由佢精心策劃。連著名嘅科學家愛因斯坦都曾經講過：神唔玩擲骰仔嘅遊戲。如果我哋每一個人都只係一個意外，係宇宙中隨機出現嘅產品，咁樣生命就冇意義，亦都冇重要性。人世間亦都唔需要絕對嘅對錯，喺短暫嘅人生之後，亦都冇盼望。但事實上，我哋嘅存在從宏觀到微觀都充滿住設計嘅痕跡。書中提到，科學家觀察到所有生物科學嘅證據都支持住一個核心嘅論據：整個宇宙都係為人類生存而特別設計。整體中每一件事嘅存在都係有佢嘅解釋同埋意義。上帝唔單止創造世界，喺佢嘅計劃裏邊仲有你，佢已經決定咗你嘅生命年日同埋壽數，甚至為你劃定居住嘅界限同埋生活時間。你嘅出生地、你嘅國家、你嘅成長背景，冇一樣嘢係偶然。呢一切都係為咗服務佢喺你生命中預備嘅一個目的。呢一課想帶出嘅就係，好多人會因為自己嘅外貌、背景、家庭而感到自卑，但係上帝喺度就為每個人提供咗最高嘅自我肯定。你嘅存在係有原因嘅，你係被愛嘅對象，你係獨特且珍貴，而且強調神創造你唔係因為佢需要你，而係因為佢願意向你顯明佢嘅愛。聖經話俾我聽，神是愛，而呢種愛係佢性情嘅本質，係無條件嘅，佢比母愛更加堅固可靠。正如以賽亞書所記載，你一出母胎我就照顧你，即使你頭髮變白，我還要扶持你。呢份永恆而穩固嘅愛，正正就係好多心靈破碎人急需要嘅錨同安慰，亦都提醒我哋生命唔係隨波逐流，只要願意交俾上帝嚟掌管，佢就能夠為人帶嚟極大嘅方向感同埋安全感。而且一個反思，既然知道上帝創造我係非常獨特，咁樣喺我個性、背景、能力、外表上，仲有咩需要同你比較而難以接受自己？好多時我哋掙扎係源於我哋唔相信上帝設計我哋嘅心思。最後一個總結，本書確認咗一個無可動搖嘅真理：你絕非偶然，你係神愛嘅對象，你係佢精心策劃嘅傑作。或許你嘅人生曾經充滿痛苦、不幸或創傷，但係上帝會為你擦去一切嘅眼淚，佢要塑造你成為一個合乎佢心意嘅人。如果你願意接受上帝嘅邀請，將你獨特珍貴嘅生命交俾呢位創造主，我哋喺度做一個簡單嘅禱告。親愛嘅天父，感謝你，你嘅話語令我明白生命真正嘅意義。感謝你揀選咗我，我願意放下自己嘅掙扎，接受你愛嘅計劃，接受耶穌基督為我生命嘅救主。求你引導我，抹出你喺我身上要成就嘅美好目的。奉主耶穌之名祈求，阿門。